好，非常喜欢今日福喜来呢个节目。今日大家咧小解东西都有意思哦，哇！佢看咧係藝術片，其實佢係藝術片。不過佢啊藝術片啦，寬博都有關係，所以你今日裏邊嘅，就得講係一個藝術家、寬博家，又係講寬博藝術家。哦，大家咧分享佢寫呢個韋德昌先生，分享先生。大家好，我係韋德昌，我係在榜山出世，我哋係竹東到新竹兩州為所在。下巴大竹東，下巴大榜山，下巴大新竹。哦，所以先生你就得講係新竹啦、竹東啦、榜山，榜山出世，榜山出世，嗬。哇，你平常時你全部係咧，你帶來帶去係冇兩個地方？榜山我係報紙家，竹東嗬我係工作室，新竹係我新竹嘅廚家。太太到石澳大。您講狡兔三窟吼，現在咧，報一家嘛吼，榜山改編出世嘅吼，等於是上家提供咗啲行來行去以後，不過台地都係讀新竹竹東榜山那個地區提供嘛吼，基本前是當翻譯咗啲繞牆道女性上吼，德昌先生咧度呢個節目地圖，因為吼老大家來分享當多嘅事情，一開始大家會想講喲。基本先生喺度了解做嘛嘅咧，當然，你先讀現創嘅藝術片來看戲哦。先生，你全部係基本來略人當帶來嘅藝術片，全部係你親手做嘅。所以你做啲講係一個藝術家，一個藝術家。藝術家是唔敢當啦，因為講我唔敢講，你做啲勞作嗬，主要嘅目的是講。利用該做燈啊，該做燈咧，大部分差唔多就玻璃啊，玻璃罩啊，玻璃啊，個玻璃罩哈，利用你做燈咧，到台這個講，當多東西是可以回收，做唔得當垃圾，係咁意思。當垃圾丟垃圾車也就算了。做唔得當錢財緊條啊！所以先生要講，其實講到重點嗬，提醒你做電咧，提你做電嘅材料可能係你讀落嚟釀咗嚟，所以先來看一下你現場作品上，你先來到兩隻作品來看佢，所以兩隻作品唔看佢看係電嘅嘛，不過兩隻作品，譚公先生兩隻作品都得獎係冇？我要參加全國小木器製作嗬，得過佳作，那個時候差不多應該12、13年吧。跟他得過佳作。你係一隻要得獎嘅作品嗬。不過見不見我來到兩年人拍嘅時間，唔單止係看到兩隻作品都有意思。其實思想先生講嘅，現場唔單止係兩隻電嘅，又係梳頭嘅。其實呢度挨順頭，然後挨前面，然後又當到思想先生講嘅，像嗰隻電嘅有冇？哇，那個可能就是玻璃燈玻璃，你係欣賞你自己想嘅，一個發明嘅，一個發明嘅藝術創作。最主要係講呢邊則係從元寶嘅嗬，嗰啲呢嗬嘅玻璃燈罩啊，嗰什麼兩樣不同係擺白光啦、擺佛啦、嗬、擺仙啊、擺天公啊一種啊，同埋嘅酥油燈啦、蠟燭啲咪其實係蠟燭啦，都要梅頭。剛嚟擺完嗬，擺太太嗬，就等於是當垃圾。丟在該準垃圾丟垃圾車，因為該東西總唔得回收。個雖然係玻璃，講該東西總唔得回收。該嗬，要等於擺太嗬，拿嚟當垃圾條的，漫天時嗰條啊。該成個醃嘅啊。跟人去揸嘅話嗬，人家那個話嗬，該咪係，該講緊嘛，拜佛啊，那酥油燈啊。該擺太咪因為要得亂條啊。你沒有去個東西該當堂工回收唔得啦，那當垃圾你要丟垃圾車啊，有人咩打包，該不條你不條，就是亂條是錯的哈。你講思想先生講，佢挨兩片挨順頭兩張未係嘛？我嗰隻嗬，嗰隻係算咗那麼個純創作啦，嗬，嗰係鐵皮話係吹嘅啦，鐵皮係吹嘅，即係鐵皮本來係平平嘅鐵皮，係錯，該目的係乜嘢？讓咪講緊兩張木做類花啊，花呢嗬。該主要係講希望台灣嘅話嗬，像這樣一樣看到台灣係當像花一樣這麼美好。台灣像花很醬，嗬，又能按槍，
你很和善，话会当讲的啊。嘿，所以吼，我们看节目开始都俩片啊，乡亲朋友可能是有谈到信上讲的，哎呀，我了早重组吼，你看个店的吼，该是特别个长寿店是该蛮难养的，哎，你看了早吼，了早又是难营养的，所以其实根本以上像信上都俩片，攻击是伊个宽博家然后，是艺术家然后，宽博艺术家然后，所以老大家都分享讲，其实信上动到个作品，是几一家的兴趣，几一家来做的，冇唔错，不过。提崇老改黑，其实你动东西很酿成类的，所以其实你的起心动念，一开始在做样个事情，目的其实是因为宽博，你看唔下去。因为我像讲啊，土地家安尼用啊，哦，做唔得冇快得啦，教本安尼子孙用啊，我想你切对大沙地啊，大唔少啊，你给你好多钱，好多土地，好多该把酒啊当河呀哈，全部大唔少。问题，你要到这些东西搞不那子孙用，子孙用，他这个子孙用，土地怎么得搞坏的？2年给他，怎么说嘛？是个个肉酒啊，台家地啊，个牛啊，个爆叉打的哈，是个哦，你是人是好多我冇想讲，冇看你干呢，冇看你干什么啊？错。有些问题你是都总得乱调吧？系啊，其实吼，基本伊攞流浪嘅世界吼，刚节目一开始，所以到线上去打者，有线上是讲，我线上基本嚟流浪嘅世界，係咩度做當來啊？叫我基本伊度做當來，咁講，我來之前先去到種辣改片嘅世界，先嚟食下酒，叫我攏講，食下酒是發現慢體內嘅玻璃管呢，你使用手機落去吸落，所以你要表示買事情，其實看到性感動同咗嘛。咩痛？你哈是咁樣講你啊，你做啊，你玻璃哈，佢冇辦法分解啊，冇辦法分解。錯。爛鐵，到那度都你咁樣清潔，你冇辦法清啊，你也冇做開叫咪乾煙啊，咪擦面啊。你看到是講嘛，你啊，韓版的土地高本子孫，你們高本機，我們也不排泄減少。讓個土地高本子孫。係啦，因為你看哦，你等於說你帶到 TQ 吼，基本你動到個字眼啊，如果你帶到啲，你是金融。先生意思就航班你係講幾塊咧，你日本子孫後台嘅，變成講本來冇垃圾變成動到垃圾，不過你找到轉去你基本個主題吼，其實先生你等你哋還有等你營養玻璃管麼？你唔係講等你營養，我是講去到那邊話看到的順沙，係順沙樣係嘛？下巴是順沙，順當多啦。咁以前你按樣做啲樣幾多？你有算過嗎？冇一天啊。日韓包下巴哈是講順沙哈，應該有差不多100多800公斤的，按下巴有啦。所以你是真嘅按用下巴。下巴是冇啦，下巴超過。抬走就100公斤。係啊，因為玻璃咪輕又重呢。係，所以你用到個玻璃管，你用個啥？因為你做很多個藝術個創作。因為台灣哈，其實嘅政府啊，唔係講冇做。台灣嘅玻璃案嗰啲話哈，你講嘅上個公賣局嘅秘書講，嗰是做得係非常伎倆嘅樣。你講爆叉打啦哈，微叉鼻咁嘅哈，用個藥酒啊，係嘛哈？咁係講嗰啲話1公斤啊，都足凍啊，5毛錢啊回收啊，資源回收又少。足白的話哈，是8毛錢。當然，這個幣值是很小的，當細啦。五角個咩？連點。你下一筆加幣和賣一罐飲料都60塊咧，所以你講是公斤係5角，就係8角5啲幾多公斤？係錯。就你賣一罐飲料。問題就唔係我錢嘅問題，問題是講政府哈，當然他也要做事情啦，冇應用咪嗰塊。要補貼啊，政府要補貼吧，補貼 N 叫到 MD 啊。而家問題是講，你要做咩講嘅買到冇買錢是準垃圾吧？因為玻璃哈，你也冇用當耗能源嘅東西，跟瓦斯、天，你冇按國外溫度唔會用啊，冇辦法塑形啊。所以走管呢當廢資源，你落管呢也回收，咋個再利用，還是很費資源。所以其實講來講去，大家有靜下安利來的東西。對，就是這樣。問題是講，我講來講去還是一樣，你人哈是講哈做人讓用的東西，它是人改嘅，跟沒講做唔得用哦，還是人改。問題你用買東西啊，我常講啊，你叫咩做鋪裝啊，鋼鐵。你工廠上班，你要叫咩做總統不趕緊做嘛？
你今年生产出来改废弃物啊，你妥善处理啊。总得就让人买了，挑那边就挑那边，挑那边去他那边。先生，我同样讲，我知道吼，唔但讲系政府会做，其实因为人民，因为咪会配合，从冇你十个公路宽步，所以从今日啦，先生你打嘴公路宽步，先生你系酿玻璃罐哦，睇下上，你都不下煮盖酒。你一盖就一煮的种加罐米酒呢，该是你当有些人都加罐清，那是完，吼，哎呀，系讲这种你冇钱啊，系讲佢冇宽步该开量，是像先生讲的，佢丢到该垃圾袋，是像先生讲该垃圾袋，推杯系冇强龙啦，你推杯的垃圾袋是冇强龙，你都你还用该绿色的垃圾袋有冇？一太爆。个地图嘛，该东西都有系咪？所以讲啊，你看新住宅呢，该环保局啊哈，总唔得用个污色的垃圾袋装垃圾吧？因为所以买叫总的啦，总的。所以你看，线上其实佢系非常重视环保，就总东西总得乱丢，还有卖故事，你等下怎么讲？今日當歡迎就啲繞場道內地唱線上來到節目地圖啦，大家來分享吼。其實環保安重啦，其實對呢個節目地圖線上講實在話，你咪繞場道當到人類分享環保嘅主題，比如講海洋嘅環保，有冇一啲食物嘅總得亂食物，有海洋嘅環保吼。你當然有講到當到一啲土地嘅環保嘅問題，所以今日繞場道線上來其實。只是講起來是講，來分享線上嘅藝術品，分享安樣嘅藝術品嘅歌唱地圖，其實來了解到，其實線上係環保作為一個大前提，來推動安樣嘅藝術品。所以線上你有很多的展覽，對嗎？其實我哋哈，我咪搞上唔到，因為我後生嘅時節有啊哈，你學當時我在台灣飛地埔竹北廠上班，我喺度喺上班上咗差不多27年啦。差不多16年前工廠結束哈，是退下來就算退休了。這個老天當奇怪呢，基本係出咗問題啊！我從1999年開始有哈，我曉得走東西去比賽，是走在頭項去比賽。去比賽，第一擺比賽就是拿到一個獎項。我想很高興，就很有信心啊！哈。第二次就是。搞了一個燈，去台北就參加那個什麼手工藝研究所全國小木器製作比賽，得到一個佳作。我去台北建壇活動中心領獎。我上去好像不大對，看下去哇哈，嘴樓像評審一樣，跟其他全部20幾歲後生啊，得了這一個獎。後來有每年陸陸續續走在頭項啊，去在地方美展。比賽，每年都得到很好的獎項。剛開始講，後來飛利浦就結束了。那就結束，那我再弄一個工作室啊，做燈來賣啊，說不定也可以做賣一些錢，可以生活啊。結果呢，事實上的話，很多你想象中和實際是有一點落差了。冇同樣，每想我按好啊，係啦，唔係好笑啦。拍手撲小人已經當到啦，老人家已經冇當到啊！只是啦，你講買安樣嘅東西，有當然就得生活，就得生活，一開始冇人改。當現實啦，現在講嘛，唔係講呢個吧。其實你退休下來，我就主動去賣地皮啊，讓我退休嘅錢、勞保嘅錢發長長啊，我冇辦法生活啦。我想靠啲嘢嚟生活，結果唔係你想個硬過去的條路啊，很簡單。然後冇辦法，後來有想講，是要做資源回收，走來走去哈，摸來摸去，幫咪去擺地攤啊，到石門山啊，到那邊青島回收擺個地擺攤啊，擺攤呢，主要唔係講個擺攤嚟生活，當然我做係店呢，也要當然人賣啦，賣其實賣哈。佢賣好啊，醬啊，冇人醬啊，佢冇人賣啊。你做10件，佢冇一定人賣3件。
拿身法。所以其实唐先生讲吼，对佢嚟讲，佢咪做很多俩宽博艺术家嘅路，其实也有都有嘅经验度地图哈，很多的人生经历度地图。不过不管线上讲嘅原因，其实是从线上讲嘅，佢哋下嚟做安样嘅事情，係是身法天天，係有宽博嘅力量度地圖。所以很多俩下，很多經驗，嘅目的已經冇強容咧。係，因為我行落後，因為我特擺都愛做嘅東西，一些去展覽啊、過後啊，哈，開始當導演來採訪我啊，採訪我，我幫佢想一想，他當然是對我電咧當有興趣，哈，全部都該染落嘅玻璃去做嘅電啦，哈。後來我想想，其實啲目的並唔係當簡單，佢簽嘅目的並唔係當簡單。其實我係該對啲反駁啊，而家譬如話哈，該好該有議題啊，然後要重視啦。其實就係啦。全世界人非常注重反駁啊。沒有機會咩？特別講啊，沒有國哪有家。現在沒有環保是冇不卡。但係唔得咧啊！我問你，今年有冇辦法？從你7走8走但嘢得。所以我當然啲我本人嚟想法是講吼，賺幾多錢對我本人是唔係當重要，你都覺得，但是就所以說睇這個地講吼，土地就係呢種嘅，冇得搞壞睇。從你強樣嘅但係唔得咧。所以其實對先生來講，咪係透過哎種藝術品嘅創作，然後講像先生講佢擺攤啊，去賣東西。其實冇咁錯啦，賣東西係讓大家嚟分享作品啊，傳遞為錢嚟個身份。很靠重要嘅事情係讓大家講，其實哎種寬博嘅力量當重要。所以像先生講嘅，你玻璃管全部係染上來嘅，好，因為你做啲染玻璃管做寬博，還同時有做藝術品嘛。唐國先生啲還有去。擺攤嘅擺料係冇？係，但擺料都要去擺。我哋算到會去嗰邊啦，特別人擺攤嘅擺料啦。都慶祝哦，慶祝當然來到台北擺攤啦。哦，因為佢係生法啦，冇辦法啦。是講啲下要話吼，因為其實要話吼，你唔係講像普通人講嘅，講你唔是做得咧，其實唔係你嘅，你要做就要辦法。一張人係基本開銷，天花費，嚇。啊，或是去上海收費總嘅錢。先生，咁你擺料去到擺攤咧，你感覺你到台北人擺攤，你感覺大家對你嘅作品有興趣冇？你感覺你哋下搭擺料度，你下肯定搭擺料度有來咗嗎？因為其實哈，我嘅作品哈，台灣人哈，他大部分啊，後生人我是冇買啲的，大部分人佢唔係接受到，唔係當歌，因為呢個東西哈。但是我是少部分啊，對我作品哈，對我作品來講，我有興趣也唔係講玩得冇啦，少部分啦，因為我也要人下讓我買錢多啦，但多係多，你咪冇辦法維持生活啦。所以先生，你哋啊，除了講安樣去展覽啊，所以我覺得人生動奇妙是安樣嘅。你講特別到公司上班，結果安樣，想講你真的有那樣的一個藝術嘅天賦呢？你講。上天賦予的一個才華，所以你看你自己要走啊走，創作，你就可以有很多的你講得獎作品，然後也參加展覽，然後藝術展，然後，這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冇強嘅天賦呢。因為我常講啊哈，做乜嘅事情哈是有因果，有因果。好，為什麼講？我常想講，為什麼講就在社會出世當為讀書，唔是補習嘅，考當好，咁就在學慢慢補摸好。所以講說，呢實因果，當然我到呢度，當然就當感情，我熱愛啦，嗬，我要出色，幫我要呢個天分啊。尤其呢個東西嗬，尤其係比賽啊，嗬，最現實嘅，呢個東西好唔好，表出嚟是一看就啲，嚇，個評審嚇前厲害啊，佢唔係講呢個塊。你便宜唔到啊！你東西一起比話，你未同樣咧。你講你上個當山刀，什麼你個當將，你只要去到當樣，比如一比子啲啊。呢啲東西反正重要。而且先生唔單止係用哦，佢講佢做藝術作品，因為佢樣當到嘅玻璃管啊，佢看到嘅玻璃管冇，因為玻璃管嘅處理方式係冇你做成那去回收嘛，係講你冇回收，你做啲那去，你講。垃圾炒啲仔先，最起碼幫佢仔走。當然其實蘆筍其實亂丟，係講佢蘆筍亂丟，那就很危險嘛，哈。所以先生談講你喺大天把去玻璃
赶做甲共事哦。唔係啦，因為係啱啱啦，因為我頭擺係上班假嘅話，我當時禮拜下班一擺而且一擺兩擺哈，我咪打電話問佢保利達、蠻牛、威士忌嘅個工商業，我打電話問佢，我講呢度啊生意啱好，大家食啲嘢講係熱酒呀。我講你係最起碼想咗辦法吧，你趕能人乜回收啊？係啊。佢當然唔敢講請開電話，佢咪當我打下啦，現在我現在講啊，我呢都10個月冇打，睇我出咪打。我想呢個東西嗬，又50年講，佢即刻上到啊，做乜啦？啲土地俾交費啊！但是我要講真啦，呢政府就係實在，政府是包括地方政府、中央政府，全部中央。你唔係講挨沙嗬，看到嗬杜唔掉、棒跳，看到會別條講嘅東西要結啊，咱們到農民，咱們到呢啲百姓佢咪啲啊，徹底要咁反映啊，問政府啊。所以現在我會前頭講，希望上去打電話一本玻璃管公司，佢可惜啦，因為大家做對上個盤發，玻璃管公司，你係講全世界飲料賣到生意安好，係沒有上個盤發講，你是不是要有一個回收機制，對不對？哈，你要有一個回收機制，按用因大家長輩講，趕做的回收。如果信上又講到講啊，政府會來做事，然後這是一定的嘛，因為政府讓你們窮下又按用改共識，因為你們又按用改人民素質這樣做的，所以比如講，你講廣東人民，該沒有政府又按用改政策，沒有人民願意去，因為講實在話，你睇大家看的都係經濟嘛。大家都看經濟嘛，看眼前嘛。你說環保，你講到推翻音，動動音其實力量，其實在我們沙非嘅國土地圖，就動動感音，其實慢慢是開始在走環保。是種線上音一感應嘅力量，係講做啲教導，比如挨未從線上按用音，按用嘅力量，是感應嘅力量，兩感應嘅力量，三界時間，嘅力量再來動來係非常多。不過我時代咧，真係要慢慢來搞透。好，慢慢來傳達呢代力量，幫呢個人民，記到呢樣來，從呢個慢慢做，好積極地來面對，係冇市場先生講嘅，只是會當難做。不過先生其實佢唔單淨係做玻璃管嘅環保，同講佢還要學通到嘅流浪狗喎，係乜嘅故事？等下再來講。伊做咧繞牆道，線上嚟到節目地圖啦，大家來分享吼。其實環保嘅理念，其實基本伊當簡單啦。線上咱哋嚟到節目地圖，帶來按樣嘅作品。其實你講來講去是希望大家做得到設計開始來做環保。簡單來講是按樣嘅。不過線上有本伊去拍紀錄片，我意思有拍咗紀錄片，你是裡面的受訪者，對不對？因為我是有200嘛，其實哈。客家電視特別在陳版個老師哈，有土影影拍一個叫《小人物大國民》啊，比個騰溪天地還要早以前，有拍一次紀錄片，也是客家電台的，幫民養拍一個那個騰溪天地，啊紀錄片，那個紀錄片2個紀錄片哈，都主要問題就是流浪狗那個玻璃案啊，土地借我們用的，是。就是這麼簡單的主題。對，講啲有的人講緊冇乜意思啊，講緊有乜意思啊？怎麼呢？不會啦，線上你莫樣想啦，線上都等一下，線上是會跟我講，其實呢就是線上其實。這個就是一個我們就是盡量來傳達嘛。其實當然啊，你要嚴格講起來，動音還沒有做到。可是真的就是我們要用很好正面嘅力量去鼓勵大家講。所以你有來，你講不注意，所以你要來注意啊。你講大家不在乎，所以你要來在乎啊，對不對？好，我們今天其實繞牆線上呢度兩片是按用你講，所以線上我們講而家紀錄片，你唔都講到玻璃管，還有講到流浪狗，同嗎？先生，你現在要每天要去餵流浪狗嗎？我哋啊，強嘅狗哈，我哋那邊我哋餵嘅流浪狗少冇人多，是剩到好像1個點啊哈。我狗也冇當多啦，6條人啦哈。因為佢有啲生病啊哈，有啲送本人啊哈，本人認養嘅。我哋主要一個問題啊，當然學狗，他學狗嘅目的是掌握嘛。
因为其实狗哈，它是比讲诶监视器较难好啊，效果较难好。伊啥问题？就咱学个狗妈伊话吼，伊唔是读册啦，是比强啊。伊喊那个路跳龙啊，跳摆个狗呀，狗妈才摸汤呢。狗子脚啊出来当本机撞那是啥好把戏啊？呀，跳狗人才没用啦。老师，你讲的好可怕。没可怕，该跳狗那个该洗腿，该洗腿哦，该有兽医哇哈，冇买兽医啦。哦，该讲实在，该种刚个洗腿呀，讲也冇买过讲啦。到呢下呀，人他嚟讲，佢強嘅狗子啊，人上嘅智商漲啊，兩撇袂，撇上嘅乳酸不營養，係叫咪營養未足。該那邊些人當到，會。cái kiểu kiếm mà kiến thái sẽ họ kêu mua thủy结扎，kiến穿kiến多，kiến穿kiến多，都是台湾。所以先生，你一家經過你收的，你是土結紮讀體嘅狗有幾多？因為我吼，是講吼，當不幸啊，當個話吼，我接觸到個流浪狗呀，搞20幾年，你說當年最近差唔多7、8年以話吼。個結紮簽啊，吼，是伊隻太太出的。我是慢慢是個過江人的母狗啊，過江人的狗媽來土結紮。你走一多少年，啊，你是不能有錢幫我，你走唔到，我冇收你有錢，我是來土動物醫院來叫讀起去，其實唔會強嘅。錯。到呢下嚟講，應該6、700吧，6、700條啊。我條牌1年差唔多吼，120條狗啊。哇！120條吼，80%人全部係人家學嘅哦。哇哦！全部人家學嘅，唔係流浪狗。人家學嘅，即係特別強調吼，人家學嘅。係，所以先生講，比如講有1年長到100人條，佢長到1年會有10條狗。差唔多。哇！所以而家真是凍到誒。你下吼，按當然下啦，你下吼冇按多，你下一年跑20-30條添啦。好。少嘅啊。還是很多啦。但是你要像那個北部啦，竹東好像北部我覺得非常多狗，北部狗。所以其實先生喺度聊片，然後大家都分享去自家啦。狗土魚讀體啦吼，其實當然是像先生講嘅，那都是一筆費用吼，所以還是有善心人士願意願意來提供安樣嘅錢吼，就對您是像先生講嘅，你可能咪本意是些有錢就這樣做，透過節目啦，你家鄉親好來分享，就大家要注意，係講你自家有學狗係狗媽，哦，你就要注意讀體嘅問題，然後不要棄養。對不對？你有學經濟學經，係冇流浪狗問題是東洋蟲。錯啦，因為人們講的啊，因為狗多吼，佢冇事哇，佢是咪對應？啊，佢咪就係新嘅雞咯，嚇。你一家咪衰一家？剛才問你哦，你講一家咪衰一家，咁你對狗嘅感情係安樣嘅？為因為你性侵動態嘅一種嘅性侵嘅負擔嗎？因為我是實在講，我唔係當中意狗樣，但是我看到講吼，我本身跳出我背後講冇事個狗子，我看到吼也不得水唔得啦，當麻煩啦。先生都等一下，先生佢講，我也唔係當中意狗吼，唔同我看到狗啊，因為我自家會受不了啊，受不了。對，所以先生你除了土狗有結紮，你是不是？熊兩個還有6條嘛，對不對？所以你是每天要去餵它嘛？對，我度個吼做動個大漢就為所以只點啦，要只點我等於回去，等於回去。該問你哦，從你安樣因，那你也不能出國啊，對不對？東東你學流浪狗的人，他係講出國，所以佢撈個流浪狗，拜託佢個領曬，然後佢停養呢。我到底唔是出國，我都沒有出遠門啦。所以從先生今日來到台北兩片來流浪嘅時間吼，佢講實在話車程真的是阿漫然咯吼。先生來到兩片都主動來到台北流浪，其實也是會心繫一些你原本每天在等你乞丐的流浪狗嘛。因為呢樣嘢吼，當到事情吼，你什麼將心比心啦，啊。所謂的將心比心哈，是唔係講做乜嘅事情都咁樣，
你对桥咪强将心比心，你对土地咪将心比心，对人咪将心比心的事。唔係講將心比心，是講對人對埋事情又唔係，你唔係，所以呢樣嘢當麻煩啦。不過講實在話吼，你下有一種問題是係講，像當到從愛武漢人咪記到未，有可能會去飼流浪狗。不過是要有到領啥是要講，哎呀，你可能是因為安樣飼，係為解到流浪狗，可能會造成一啲困難。比如講。本來冇買本意一起啊，伊啥變性改變呢？見到啦，容易會有安樣解冇強上性出現。問題啊，你樣不行到，叫你按好那個別是叫啱看你順產那別是到了。而且問題，你條人頭腦吼，佢冇上，我嚟講，我唔愛那個別是，我唔係那別是，我唔愛主要係那別是，希望做嘅多啲圖讀開機。我係目的。還有一種目的，我係分享係安樣，因為是從線上講嘅，你那不是嘅目的是，你就得落去親近，你落去親近過後，你會把它帶去咖啡結紮，佢才會跟你去嘛。另外一個問題是從線上講嘅，上次讀中下，因為佢冇東西好學，佢不係亂鬧。係啊，係冇，佢不係解啊。要講呢，梗係講，因為你落去吃飽來，還你落去吐去塔體，佢不會再生育了，也會預防後面的問題嘛。唔單止係安樣，佢也唔會操心講，去亂拗東西，咁問題。而且溜到流浪狗係安樣，你對它如果越不好，那看到人它也會有防衛心。呢啲東西就隨便咱討論啊。唔係講狗啊，你啲冇事啊，你唔係講係搶嘢東西啊。對，因為佢講佢有防衛心，去可能你去電動會對你不友善。好，那動你可能你趴散的時間啦，會拄到流浪狗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所以感覺這個影響都唔好。可是你思想負面啊，咁講係負面啊。好負面，咁講可能思想線上講係講線上佢當你去飼佢，其實流浪狗它是因為恐懼，它是因為沒有安全感。冇安全感，係講電腦機讓你好親近，佢讓你嘅關係好親密過後，啊你咋個去面對機改世界，可能一定要如你去貼上改世界，也就冠娘就不會這麼負面了。問題哈，台灣的媒體就得哈，佢冇講得好啊，佢專門講得壞啊，和那個一般民眾又哈站在同一陣線面上啦，佢冇想我狗嘅問題。結局佢是看到個命係喐嘅啊，跟緊跳得個炸狗啊，他要把它留佢差唔多留佢出得佢啦。其實我想講，呢個東西哈，其實它將心比心啊。基本冇難摸啊。不過我就線上都等一下，線上講一個，哎呀，我覺得線上很可愛。我線上要打嘴鼓講到你啊，平安會起頭講，線上其實內心是有動鬥實情想會走哎，當然挫折也很多。不過挫折都會過去，對不對？就這樣講。挫折這個好做啊，你冇辦法吧？有人講啊，我朋友講啊，叫拍啥看都冇感覺，跟樣唔係嗰份啊。意思講拍啥看都拍啥做得啦，拍啥看都做得啦，叫樣咪做唔得啦。拍啥看都動到個腳行來行去冇感覺，慢推那個玻璃管冇感覺。你看到性感度難得，不然做嘢是衰唔聽。是安樣嘅，不過我係感覺係安樣嘅。性上吼，它其實內心是女性係充滿了正面能量，它就是盡量做。不過佢看腦部動到事情，因為佢走動到，所以佢看腦部嘅事情，其實看到動唔慣。所以你可能到線上打嘴鼓也講，哎，你那麼報負面的啦，哎呀，你可能都不在乎啦。不過基本上像線上那個節目地圖到大家來講，是一種力量。我覺得我們一起從我們本身來走，力量下去都係台。其實啊，其實呢，呢個東西哈，其實哈，一張煙該動而做的，你是而做，錯100%，唔是打折扣，係做大。你走下去，是為有成果。係，從個腳咪好。政府冇係唔講唔計冇結紮呢？政台灣之星又話到處去留人啊，政府也有補助去結紮。你講伊冇限啊？係，所以你一下是希望講，市場你線上那度節目地圖，你到線上強下來做是怎麼有效果？所以今非常感謝線上那度節目地圖，有限雜個來分享應該作品，好的哈，感謝線上。好，用錢票聽你下來做嘛？介你做認同了。